镜头这个，这镜头是这个哦，主镜头。这个。专业的，我们事业很大。好，开始喽。这边这台。好，那今天是署命的新的专辑发表演唱会。那你很专业。对，记者来的。对，那我们想请问一下，今天署命有一首歌叫做就是马乌拉汉嘛，我爱你嘛。我们想问一下这首歌的创作动机，就一开始为什么想写这首歌？真的很简单啊，就是爱拉铁粉啊。我说表面化。讲一下真心话。真心话就是拉铁粉爱署命。所以我们要唱给你听。每天练习啊。是哦，那现在这句话最想对谁说？对拉铁粉。真的。对拉铁粉。哇！那可以就是唱一句吗？对，就是那首歌的词啊，对我们镜头。妈，咔！冰箱啊！这个有收音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纯粹道具。那你把这样。他摇摆啊。Maulahai kaku, maulahai kaku di sana。我就不耽误时间，就跟镜头宣传一下你的新专辑还有演唱会的事情。好。你们不是很会宣传？哎，我想宣传。你要自己跟我们宣传。我的宣传，拜托了。我没有别招了，拜托了，小弟我署命发新专辑了，拜托了。6月30号专辑就正式上场，新专辑演唱会7月5号、7月6号、7月7号，在台北人沃晚上8点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阿 Miss。好，谢谢署命接受我们。谢谢。拿着它合照一下。现在这么难搞的气氛。这不一样哎。对啊。好厉害哦，拉铁粉 TV。还有记者证哦。还有记者。真的哎。厉害吧？对啊。作者是他，作者嘞？是你哦。对。好厉害。要合照一下。好好做，变成那个拉铁粉购物台。手卖小米。这边你有发现今天少了几个人？对啊，古根呢？还有小史。在哪里？在兰屿啊。说几句话跟他们说，赶快 SNG 联系。哎，各位干部，哥哥讲话了哦。各位干部们，哥哥讲话了。哥哥记者会你们怎么可以不要来？听说你们在兰屿哦，有没有被困住啊？没有的话，我告诉你，野友村第3条马路第4间房子，唱半天是我的好朋友，跟他借艘船吧。还回来。好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谢谢。他每人都送给你的。他的主人回家。再见。他下次会电音的身份出现。下去了。电影吗？要换电影要吗？换走。他现在是记者啊。记者所在位置是小米。记者所在位置你也很贵嘛。记者所在位置小米大丰收。小米大丰收。好，合照一下。好，记者来。先照。